大歷年間，廣西有個叫李益的書生，20歲考中了進士，到第2年參加拔萃科考試，等出由吏部來主持複試。6月盛夏，到達長安，住宿在新昌里。李益門第清高華貴，年輕時就有才氣，麗詞佳句，時人都說無雙。前輩尊長全都推崇佩服，他常自誇耀其風流才情，希望得到佳偶。四處尋求名妓，很久未能如願。長安有個媒婆叫包十一姐，是從前薛駙馬家的婢女，屬新嫁人，已有10多年了。品性靈活乖巧，善於花言巧語，富豪之家，皇親國戚的住處，沒有一處不曾去打聽消息，出謀劃策，人們都推他做領頭。他常受李益誠心的委託和豐厚的禮品，心裏很感激他。幾個月後，李益正行住在房舍的蘭亭，下午時前後，忽然聽到急促的敲門聲。僕人說是包11娘到了。李益撩起衣服跟着跑出來，迎上去問道：包媽媽今天為什麼忽然來了？包11娘笑着說：素不知作了好夢沒有？有個仙人被放逐在人間，不追求財物，只愛慕風流人物。像這樣的角色，和你十郎正好匹配啊！李益聽說後，驚喜踴躍，神氣飛揚，身體輕飄飄的拉着包11娘的手，邊拜邊謝道：一輩子做你的奴僕，死了也不怕。於是問他的姓名和住處，包11娘詳細說道：她是從前霍王的死女兒，是小玉，霍王很喜愛她，母親叫正慈，正慈就是霍王寵愛的婢女。霍王剛死的時候，眾兄弟因為他是低賤的人所生，不太願意收留，於是分給他些資產，叫他住在外面，改姓鄭氏。人們也不知道她是霍王的女兒。她資質豔美，我一輩子也沒有幸見過這樣漂亮的人，情趣高雅，神態飄逸，處處都超過別人。音樂詩書沒有不精通的。前些時託我尋找一個好郎君，品格情調都要能相稱的。我詳細介紹李十郎，他也知道李十郎的名字，非常高興稱心。他家住在聖葉坊古字巷裏，剛進巷口有個車門的窄子就是。已經和他約好時間，明天5時，只要到巷口找到一個叫桂子的婢女就可以了。包11娘走後，李益就準備前去的計劃，於是派家童秋紅從堂兄經少參軍相公那裏借青黑色的小馬和黃金馬龍頭。晚上李益換洗衣服沐浴，修飾容貌儀表，高興得手舞足蹈，整夜睡不着覺。天剛亮，戴上頭巾，拿過鏡子照照，只怕還不合適。猶豫之間已到了中午，便命備馬疾奔而去。直達聖葉坊，到了約會的地方，果然看見一個婢女站在等候。迎上來問道：莫非是11郎嗎？李益隨即下馬，讓他牽進屋後，急急鎖上門。看見包11娘果然從裡面出來，遠遠笑着說：何等熱鬧，冒冒失失到這裡來。李益開玩笑的話還沒說完，就被引進中門。庭院間有4棵櫻桃樹，西北角掛着一個鸚鵡籠。看見李益進來，便說道：有人進來，快快放下簾子。李益本來心性雅靜，心裏還有疑慮，忽然聽見了說話，驚訝得不敢向前走了。正在躊躇，
包十一娘已領着正前走下台階來，迎候他了。進屋後對面坐着正前年紀大約40多歲，綽約多姿，談笑很迷人。他於是對李益說：一向聽說十郎有才情有風流，如今又看見容貌雅秀，果然名不虛傳。我有一個女兒，雖然缺少教訓，但容貌還不是醜陋，如能配給郎君，甚為相稱。包十一娘屢次都接到你的心意，今天就讓他永遠來服侍你。李益答謝道：我笨拙平庸，想不到成你看中，妥蒙收留，真是為榮。於是命令擺上酒宴，隨即讓霍小玉從廳堂東面的閨房裏出來。李益連忙起來拜迎，頓時只覺得整座堂屋像瓊林玉樹一般相互照耀，眼光轉動，神采照人。隨後就坐在母親身旁，母親對他說：你經常喜歡吟詠的開蓮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就是這位李十郎的詩啊！你整天吟想，怎麼比得上見一面呢？霍小玉便低下頭微笑，輕聲說道：見面不如聞名，才子怎麼能沒有漂亮的相貌？李益也就接着站起來下拜道：小娘子愛才情，彼人重視美色，雙方愛好相互引情，才貌便兼有了。母親和女兒相視而笑，便舉起杯來勸了幾回酒。李益起來請霍小玉唱歌，開始時他不肯，母親再三勸勉他唱，他才答應。發聲清亮，曲調精奇，酒宴結束，已到天黑。包十一娘引着李益到西院安息，清靜的庭院，深邃的房子，連帳都很華麗。包十一娘讓小丫頭桂子和浣紗替李益脫靴解帶，不一會霍小玉來了，面頭溫柔和絢，瓷器婉轉迷人。脫下羅衣的時候，體態更顯得美麗。放下帳子，枕上雙親，極其歡愛。李益自認為宋玉提到的廬山神女，曹植遇到的落水神女也不會超過。夜半之時，霍小玉忽然流淚看着李益說：我本是昌家之女，知道自己不能與你匹配，如今因為知識而受到你的愛戀，託生給人言君子，只怕我一旦年老色衰，君的恩情隨即轉而衰退，使我像女羅一樣沒有大樹可以依靠，像秋天的扇子一樣被拋棄。在歡樂到極點的時候，不覺悲從中來。李益聽了他的話，不勝感嘆，於是伸過手臂去讓他枕着，慢慢地對霍小玉說：生平的願望今天得以實現，即使粉身碎骨，我發誓絕不丟開你。夫人為什麼說出這些話？請拿出白卷來，我寫上文約。霍小玉也就止住眼淚，讓婢女櫻桃挑起帳子，拿着蠟燭遞給李益筆硯。霍小玉在吹彈之餘，很喜歡詩書，門子裏箱子裏的筆硯都是霍王家的舊物，便拿出錦繡的口袋，取出月地裏字跡有黑絲直格的3尺白色細卷交給李益。李益一向富有才思，拿過筆來就寫成文句，引用山河作比喻，指着日月表示誠心，句句懇切。聽了這些話很感動人，書寫完畢，便讓他收藏在珍寶箱裏。從此之後，相親相愛，好像翡翠鳥在雲中一樣。這樣過了2年，日夜相隨。後1年的春天，李益因為書判拔萃登科，被授予鄭御主簿的官職。到了4月，將要去上任。
乘便到東都來人談親報喜。隨我的親戚很多來設宴餞別。當時春的景色還未消盡，夏天的景色初放光彩。酒席結束，賓客散去，離別之情縈繞空中。霍小玉對李益說：以你的才學和名聲，多為人仰慕，願意和你結婚的人一定是很多的。何況你堂上有嚴厲的雙親，室內沒有正妻，你這次回家一定係締結美滿的姻緣。當初文約上的話只是空談罷了，然而我有個小小的願望，想立即當面陳述，願他永遠記在你心上。不知你還能聽取嗎？李益驚怪地說：我有什麼罪過？你忽然說出這些話，你有話就說，我一定記在心。霍小玉說：我年方18，郎君也才22，到你32立的時候還有8年，一輩子的歡樂愛戀，希望在這段時期內享用完。然後你去挑選名門望族，結成秦晉之好，也不算晚。我就拋棄人世之事，剪去頭髮，穿上乞衣，過去的願望到那時也就滿足了。李益又慚愧又感動，不覺落下眼淚，於是對霍小玉說：我已對天發誓，不論生死都會順守。和你白頭到老，還怕不能滿足平生願望，怎敢就又一心兩意，務求你不要疑慮，只管安心在家等待我。到了8月份，我一定回到華州，隨即派人前去接你，相見的日子不會遙遠的。又過了幾天，李益就告假東去了。上任後10天，李益請假到東都來人去散親，還未到家時，太夫人已替他和表妹盧氏議親，婚約都已定好了。太夫人一向嚴厲固執，李益躊躇不敢推辭，便前去行禮答謝，隨即約定好了在近期內成婚。盧家也是名門望族，嫁女兒到他家，聘娶的彩禮亦定要定為8萬之數，不滿這數目，照理無法辦成。李益家中一向貧窮，但這事一定要借貸，於是找個借口請假到遠地去投奔親戚朋友。渡過長江淮水，從秋天一直奔波到夏天。李益因為自己背棄盟約，長期拖延回去的期限，什麼消息也不帶給小玉，就想斷絕他的希望。遠託親戚朋友不忍洩漏此事。霍小玉自從李益過期不歸，屢次打聽音訊，虛詞偽說，天天不同。他廣求無私，訪騙占卜的人，內心猶恨1年有餘。小玉憔悴受損，獨往空歸，憂鬱成疾。雖然李益的書信完全斷絕了，但霍小玉的思念盼望卻始終不變。送錢財給親戚朋友，讓他們告訴消息。尋訪之情這樣急切，資財多次用空，經常暗自讓婢女偷偷去賣掉箱子裏的衣服和珍寶，多數賣給西市寄售店裏的後景仙家。一次讓婢女浣紗拿了一隻紫玉釵到後景仙家去賣，路上遇見皇家老玉工，看見浣紗拿的釵，上前辯認道：這支釵是我製作的，當年伏王的小女兒將要梳發還家賓，讓我製作了這支釵，酬謝我1萬文錢，我一直不曾忘記。你是什麼人？從哪裏得到的？浣紗說：我家的小娘子，就是伏王的女兒，家道衰敗，淪落嫁了人。夫婿前些時到東都去，再也沒有消息了。他抑鬱成病，現在快有2年了，讓我買了他，把錢送人，託他們打聽夫婿的音訊。玉工凄然流淚說：顯貴人家的子女落魄失機，竟然到了這般地步。我殘年將盡，看到這種盛衰變化，也忍不住感傷萬分。於是帶他到延光公主的府上，詳細說了這件事。
看樹也為此悲嘆了很久，送了他12文錢。這時李益定親的盧氏姑娘正在長安，李益已經湊足了聘娶的財用，回到鄭縣。這年臘月，又請假進京城來成親，秘密地找了一處幽靜的住所，不讓別人知道。有一個考取了明經科的人，叫崔允明，是李益的表弟，很厚道。前些年常和李益一同在小玉家歡聚，吃喝談笑，彼此親密無間。每次得到李益的音訊，必定老實告訴小玉。小玉常拿些柴草衣服幫助他，崔允明很感激他。李益已經到了京城，崔允明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小玉。小玉怨恨地嘆聲道：世上竟有這樣的事情嗎？便請親朋好友千方百計叫李益來。李益自認為拖延歸期，違背了盟約，又得知小玉病重，慚愧羞恥，索性狠心割愛，始終不肯前去。他早出晚歸，想以此迴避。小玉日夜哭泣，廢寢忘食，一心想見李益一面，竟沒有任何機會。怨婦悲憤越來越深，困頓地病倒在床上。這時長安城中逐漸有人知道了這件事，風流人士與豪傑合客，無不感嘆霍小玉的多情，憤恨李益的薄幸。時節已到3月，人們大多出去春遊。李益和同伙5、6個人到純淨寺裏去欣賞牡丹花，漫步於西廊，輪番吟詠詩句。京兆人韋客卿是李益的親密朋友，這時也在一起遊玩。他對李益說：風光非常美麗，草木繁榮茂盛，可憐鄰家姑娘含冤獨守空房，足下竟會把她拋棄，實在是狠心的人。大丈夫的心胸不應當如此，你應當為他着想。正在嘆息雜技的時候，忽然有個豪士穿着黃色的麻布衫，夾着蛋舌，方知神情俊美，穿的服裝輕鬆華麗，只有一個剪成短髮的胡族小童跟在後面，暗暗跟着他們，聽他們說話。一會兒上前對李益作揖說：你不是叫李十郎嗎？我的家族本在山東和愛妻結了姻親，我雖然沒有什麼文采，心裏卻一向喜歡賢能的人，仰慕你聲譽，常想一見，今天幸會得以一睹風采。我簡陋的住處離這裏不遠，也有樂隊歌妓，足以愉悅心情。美女8、9個，駿馬10多匹，隨你怎麼玩樂都行，只要你光臨一次。李益一夥人聽到這話，互相讚美，便和這個豪俠策馬同行，很快繞過幾個坊，就到了勝業坊。李益因為靠近霍小玉的住處，心裏不想過去，就推託有事，想回馬而去。豪俠說：彼處近在咫尺，能狠心撇下不去嗎？便挽着李益的馬，牽引着往前走。拖拖拉拉之時，已到了鄭家住的小巷。李益神情恍惚，便帶着馬想回去。豪俠當即命令奴僕好幾個人，抱着架着往前走，快步上前把李益推進了車門閘內，便讓人鎖上門，通報道李十郎到了。霍小玉全家有驚有喜，聲音傳到了外面。在這天的前一個晚上，霍小玉夢見穿黃衫的男子抱着李益來，到了床前，讓小玉脫鞋。他驚醒之後，告訴了母親，並自己解釋道：孩姐，孩也，是說夫妻要再次會合，脫姐解也。已經相見了，又要分開，也就是永別了。
從這個徵兆看來，我們一定很快就會見面。見面之後，我就要死了。到了清晨，請求母親為他梳妝打扮。母親認為他長期生病，神志紊亂，不怎麼相信這事。在他竭力支撐了一會兒，勉強替他梳妝。梳妝剛結束，李益果然來了。霍小玉纏繞病榻日久，全身都要有人幫助。突然說李益來了，飛快地自己起了床，換好了衣服走出去，好像有神助似的。於是就和李益見面，含怒凝視，不再說什麼了。虛弱的體質嬌柔，像是支撐不住的樣子，用衣袖一再掩着臉，回頭看李益，緊密相人，實在唏噓不已。不久，有幾十盤酒菜從外面拿了進來，在座的人都吃驚地看着，忙問原因。原來這些都是好客送來的，於是就擺設好，相互靠攏坐下來。霍小玉便側過身，斜看眼看了李益好久，隨即舉起一杯酒，淋在地上說：我為女子搏命如斯，溫氏丈夫負心若此。可憐我這美麗的容貌，小小的年歲，就滿含怨恨地死去，慈母還在堂上，不能供養，令我綢緞絲竹本然，從此也永遠掉下了。帶着痛苦的走向黃泉，這是你造成的。李君啊李君，今天就要永別了。我死以後一定變成厲鬼，讓你的妻妾終日不得安寧。說完伸出左手握着李益手臂，把酒杯砸在地上，高聲痛哭了好幾聲，便氣絕身亡。小玉的母親抬起屍體，放到李益懷裡，讓他呼喚他。可小玉再也無法醒來了。李益為他穿上白色喪服，從早到晚哭泣得很悲哀。安葬的頭天晚上，李益忽然看見霍小玉的靈像當中，容貌美麗像活着的時候一樣，穿着石榴裙、紫色罩袍、紅綠色的披肩紋巾，斜身靠着靈像，手握繡帶，看着李益說：慚愧蒙你送別，還有未盡的情誼，我在陰曹地府，怎麼能不感嘆呢？說完就看不見了。第二天安葬在長屋御宿院，李益到了墓地，痛哭了一場才回去。一個多月以後，李益和盧氏成了親，倒密相情，鬱悶不樂。夏季5月，李益和盧氏一起回到鄭縣。到院裏過了10天，李益正和盧氏睡着，忽然像只外面有滴滴咕咕的聲音。李益吃驚地一看，初見一個男子，年紀大約20多歲，姿態溫和美麗，躲藏的身影映在帳子上，連連向盧氏招手。李益驚恐地趕快起床，遙看帳子好幾圈，身影卻忽然不見了。李益從此心懷疑慮和憎惡，猜忌難斷，夫妻之間矛盾產生了。有些親戚百般勸解，李益的猜忌心意才慢慢平息。過了10天左右，李益又從外面回來，盧氏正在床上彈琴，忽然看到從門口拋入一個雜色杏花犀牛角的盒子，方圓1寸多，中間束有輕絹，打成頭針結，落在盧氏懷中。李益打開一看，見有2顆表示相思的紅豆，合頭禮一個，撒發嘴一個，
和少量的顱區微。利益當即憤怒地大聲吼叫，聲音如同豺狼猛虎，奪過球，殺他妻子，盤問並命令他說實話。老師怎麼說也辯解不清楚。從此利益常常粗暴地鞭打妻子，百般虐待，最後訴訟到公堂，把他休掉了。老師走後，利益有時同侍妾等人偶然同一次房，就增加了對他們的疾忌猜疑，還有因此被殺掉的。利益曾遊歷廣陵，得到一個叫邢十一娘的名妓，容貌體態，玉軟珠眉。利益非常喜歡她，每當對坐時，就對邢十一娘說：我曾在某處得到某個女人，她違反了某一件事，我用某種辦法殺了她。天天這樣說，想讓邢十一娘怕她，從此肅清閨房內淫亂的事，出門便用玉盤把邢十一娘倒扣在床上，周圍加封條，回家一定詳細查看，然後才揭開。又準備了一把短劍，很鋒利。他看着對侍婢說：這是順州各溪出產的鋼鐵，專門斬斷犯有罪過的人的頭。大抵凡是利益所見到的婦女，每一個都要猜忌，娶妻3次，大都像開頭一樣。